OK， 你看我们吗？又开始了。就这样吗？要不然你自己讲话。哦，好热哦！欢迎来到安破部落。我要去山。我帮你说，欢迎来到安破部落。现在是拍太逆光。我要去山地门吃肉、喝酒，然后回高雄。真的吗？你就是来吃肉喝酒，不是为教育？我做事情呢。真的吗？我做事情。这样我等一下要去吃肉喝酒吗？1分钟前拿。可是我比较想去玩水。对啊，哪有？我已经拍了多久了？我以为你1分钟前才。我还有上课哎。你有上课吗？才是来这里玩的吧？啊。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安坡。安坡叫做？安坡叫做。哎，那个衣服了，我看一下。你的老板。你的老板，你会讲话法？你的老板。你的老板。我讲的像法文，你不要讲法文。而且说到这件事，你把 Facebook 用成法文版。你没有，是我的账号版就法文版。你登录你呢，回去就会变成中文。OK。哎，这样好。好，结束。好。